太过分了你！我好心好意的把我的设计草图给你看，你居然抄袭！你知道你什么行为吗？你这小偷的行为！贝贝，你别发这么大的脾气啊！我就是为了交作业应付一下老师。你应付老师也不能这么干吧？贝贝，你知道我已经有2次都不及格了，我要是这次再不及格的话，我就得挂科了。对不起啊！滚！少给我来这套！你这套对男人好使，对我雷闪闪来说不好使。你师傅的老师傻呀，咱俩交的作业几乎一模一样，这样下去的话，咱们2个都会不及格的。闪闪，你这么大吼大叫的，一点也不淑女。你可帮你捣什么乱？有你什么事儿？我没捣乱，我就是觉得理解别人就是宽恕自己。你有病吧你！他抄我作业，你还帮他说话？哎呀，不就是一次作业嘛，又是同学又是同寝，又不是分房子分地，因为一次破作业，你值得吗，闪闪？我说你们俩怎么回事啊？还能不能分清青红皂白了？他抄我的作业，再说了，不是抄作业那么简单，他欺骗我，欺骗了我对你的信任。我没有欺骗你，贝贝，就是欺骗我了，你就是个骗子。你要是写不出作业，我可以帮你写，你这算怎么回事？干嘛？你听我一句话嘛，与其逃避现实，不如笑对人生。与其你在这儿大吼大叫，你不赶紧啊拿着包再画一幅，亡羊补牢。哎，对，这是一个好办法。闪闪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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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朋友们跟我走，跟我走，小朋友们跟我跳跳跳跳，好跳！考你们了，预备，这是什么？山蟹！太棒了！再来啊，再看我啊！叫什么名字？大象！耶，答对啦！小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快来吃好吃的！啊，不，好棒！来，啊，给你一个，来，给你，谢谢。哎，干嘛给他们吃那么多糖啊？会长蛀牙的。哇，那你也太残忍了吧！人小孩都学累了，你这样的话会把他们累坏的。来，一人拿一个。不许吃！你是不是来砸场子的？你对小孩这么凶干嘛？来，别听他的，吃。来，再吃一个吧。停车。再吃一个吧。妈妈喂你吃好不好？不是我妈妈，妈妈在家里陪着我妹妹呢。陪你小妹妹呀。那我吃好了。来，小朋友，来，走喽，我们去看小马喽，走喽！啊，跟上，跟上，跟上！哎，全世界最美丽的声音就是妈妈的呼喊声。你比较美。谢谢。来了来了啊，来。Cute kids. I didn't know you like kids so much. Who said I love kids? Lie to me, you can't lie to yourself. Listen, you like kids.
华北地区 CEO。还真是年轻有为啊！哎，快请坐，请坐。谢谢。其实我应该早就来拜访田总，但是我们合作方案还没有完全调整好，所以现在才来。我们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公司品牌跟您的马场是非常吻合，都有一种贵族气质，所以我们希望能跟田总跟马场有一种长期的合作。我们的合作方案，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？啊，了解了。哎，没想到麦克你。个饭局啊，那就是大忙人。饭菜我都准备好了，您一会儿就过来吧。哎呀，田总，您要是不来的话，那我得多伤心啊！嗨，麦克。哎，不好意思。没问题。这样吧，如果田总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咱们别着急嘛，这个合作嘛，本来就是一个需要磨合的事儿，是吧？虽然呢，我在这儿是老总，但是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啊，毕竟得通过董事会啊什么的。但是每年这个时候，我们刘总都要去英国跟威廉王子啊、哈利王子他们去打马球，你懂吗？明白。那好，我跟您介绍一下我们的计划。我们想在您的马场开一个珠宝展，也把我们的广告牌子也放在您的马场内。因为我们的规模比较大，可能会要求您停业个10天。但是您放心，我们会按照您的报价来算账。哎呀，这个停业有点不太好办，因为你知道，我们这个马场还有别的合作方，如果要是停业的话，我们得提前跟人商榷。对，我们也已经想过这个问题，所以总公司也已经同意了。为了弥补您的损失，再给您加上100万。这个我个人觉得啊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方式，是吧？但是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们先出一个策划书，然后我们开会讨论一下啊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我听说您这边有一个雷小姐，听说她做方案是做得非常好，如果能跟她合作做这个，我觉得最好。没问题，那预祝咱们合作成功。合作成功。田总，哎，田总，这是我特意亲手为您煎的牛排。
怎么让您董小姐亲自下厨呢？香吗？也懂。哦，喝着。哎。田总，我有那么一点点的事想要求你。董小姐，看您说的，有什么事您就说，别说求。田总，100万，他们要用我们10天，您不觉得太亏了吗？啊，这100万虽然不是什么大数目，而且咱们还得5分账，可这50万对于你们会所来说，不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吗？可是田总，他们是做奢侈品的，随便卖出去几件珠宝，那就要超过100万的。啊，你说的也对。哎呀，麦克这个小子是有点抠门啊。说吧，你想干什么？帮我改造家。老婆你，我都没法说，你把这个家整的，哎，我都说不出口。帮我改造家。别改了，你把家都整得跟怡红院似的了。帮我改造家。老婆，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啊？就是不希望我们的生活总是一成不变。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我们需要改变。那我问你，如果我要今天不帮你把这个家改造了，你是不是今天晚上就不睡觉了？是，你也知道我是什么性格、什么脾气、什么星座。好，那咱俩做个交易吧，我可以帮你改造这个家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，帮我完成一个心愿。No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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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麦克，你究竟哪儿不满意？这个设计方案我们已经翻来覆去的做了很多遍了，你还是不满意，全都给你 pass 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算了算了。珠宝，家，丝绸，没有错，但是谁都能想得起，我们要的是别人想不出来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设计没有创意？你的设计是非常有创意，但是它是老创意，它是上个世纪40年代的创意。我们要的是新，我们要的是创意，我们要的是突破。现在已经是凌晨2点多，我们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。为了这个设计方案，我们翻来覆去的改了无数遍。你现在居然说它是一坨屎，麦克，不要把你对冬眠的个人恩仇发泄在我们身上。大家都累了吧？下班吧。对，要的就是这种 passion， 没错。喂，干嘛这么晚不睡？没事儿，你睡了吧？那接着睡吧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在哪儿呢？梦游呢。唉，让你装什么业界良心？傻逼了吧？嘿，梦游那个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我晚上睡不着觉，出来转悠转悠，正好碰见一个梦游的人。唉，
干嘛？怎么这么晚跑这儿来了？心情不好。因为什么呀？心情不好？我不想说。好，不想说就不说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跟董事会的几个老板都已经沟通过了。关于你们珠宝巡展啊，让我们会所停业10天的这个事情呢，大家一致否决。对，没可能，没可能，啊。哦，那就很可惜了，因为我们本来打算再加100万。他不是说你都投100或者是200万啊？200万呢，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方式。我这回给你打一个。等，稍等啊，稍等。田总，我觉得像我们这么大的公司，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钱了，也不在意这100、200万的。你说呢？等，你听我说啊！我不知道你跟这个爱豆到底有多大的仇，是吧？但是咱们再有仇，咱不能跟钱有仇啊！这怎么着得200？田总，我跟你说，那个麦克，他其实是我前夫。前夫？我跟你说，你不要看他现在好像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其实他就是一个骗子，他无数次的欺骗我。如果他加入到公司之后，我不知道这短短的10天当中，我要承受多大的痛苦，可能是像10年那么深刻。田总，他来之后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的面对生活，面对工作，面对你，面对我们之间的感情。OK，等等，我知道了。啊，田总。一个我们祖国的硬汉，一个热血男儿，他是一个外国洋人。你说他对于我们祖国同胞一个柔弱女性的这种欺辱，你怎么能袖手不管呢？你要为我们中国的男人争光。放心。哎，麦克。对，你听我说啊，关于这个巡展的事情呢，我们还是一致的否决，因为你们这个巡展呀，对于我们的马场以及我们的会员造成的利益损失是无法估算的啊。哦，对，我忘了跟您说，我老板刚给我打一个电话，他现在在英国，正好跟您的刘总一起喝下午茶。如果咱们这种员工层解决不了问题，咱们还是让领导解决问题吧。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。啊，那就好。怎么了？我们下次。田总！起来啦！哎，谢谢你帮我改造家。
这么快天就亮了。老公，你昨天说让我答应你一个要求，是什么要求啊？可凤，我们结婚多久了7年。哦，对，有7年了。我们结婚都这么久了，挺长时间的了。你不会是？没错，可凤，最了解我的人就是你。我心里想什么，你应该很清楚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为什么不同意啊？杨大伟，你干嘛这么对我啊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合格老婆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？每一对正常的夫妻都会经历这些的，难道我们2个人就这么平庸的走下去了？老公，是不是昨天我让你帮我收拾屋子，你不高兴了？哎呦，说什么呢？我是不是也帮你收拾这个家了？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呀？那你干嘛要跟我离婚？杨大伟，你干嘛那么对我啊？我从上大学就跟你在一起，一直到今天，我脑子里和心里都没有别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要个孩子吧。3309，乖啊，坚强一点儿，很快就会好了啊。博士。啊。正他妈晕了！这是我们新的策划方案。非常好。